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在奴隶制度下，所有人都不能独善其身。第10位，萧玉。萧玉是南凉的公主，也是萧策的姐姐，但是跟萧策站在了对立面上，一心想要将大梁建设起来。她跟宇文悦还是笔友，对于宇文悦有着一定的好感。萧玉不仅精通琴棋书画，而且深谙武功，跟楚乔之间也对手了很多次，但最终为了挽救大梁，选择嫁给了燕洵，独守空房。第9位，乐妻。乐妻是宇文悦手下的一位侍卫，性格非常的冷峻沉稳，一直跟随在宇文悦的身边，同宇文悦一同作战。在剧版《楚乔传》的结局之中，冰湖之战为了保护宇文悦，乐妻被成员所杀死了。原著中的乐妻则是存活了下去，在冰湖之战中也并未身死，最后也一直留在了青海之中，成为了青海的大将。第8位，袁彻。袁彻是大魏的一位王爷，跟宇文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，同样是燕洵最有力的对手之一，多次率军对抗燕洵的燕北军。不过最终袁彻也未能守住大魏江山，因为跟元阳的内战导致了燕洵趁虚而入。不过袁彻却娶了草原公主，最终在草原发展起了自己的事业，建设起了一个新的大魏帝国，并且还入侵到了西方的世界之中。不得不说，袁彻的结局还算很不错的。第7位，袁松。这位大魏13皇子也算是所有皇子中下场比较惨的一位了。在经历了燕北军的报复后，袁松便独身前往刺杀燕洵，却被燕洵砍掉了一条手臂，之后就一蹶不振，被楚乔救下后便也不再涉足那些纷争。不过后续也出手救过楚乔几次，最终的结局是离开大魏京都，选择去安稳的地方隐居了下来，带着金小八一同离开的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第6位，宇文怀。宇文怀是宇文家3房的庶出子，虽然名义上是宇文习的孙子，但实际上是宇文习跟歌姬所生的孩子。他一直都在跟宇文悦作对，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掌控宇文家族的人，城府也非常的深，多次将宇文悦和楚乔陷入险境之中，但最终却被楚乔一刀杀掉。原著中的宇文怀则是在楚乔和宇文悦大婚当天叛变，依旧是被楚乔一刀砍下了脑袋。无论是剧版还是原著，宇文怀的下场都十分的凄惨，不得不说这个角色还是比较招人恨的。第5位，袁纯。作为大魏的公主，袁纯早期还是非常善良的，自幼就喜欢燕洵，但在被皇帝指婚给燕洵后，新婚被燕洵遗弃。当时也因为燕洵已经决意造反，导致袁纯被遗弃后遭遇了士兵的侮辱，被楚乔救下后，袁纯回去直接黑化，盗取兵符发兵攻打楚乔。这件事也导致了大魏皇帝要将袁纯杀掉。最终袁彻和他母亲的赶到，让袁纯并未喝下毒酒，只有因为魏叔夜的死，也让袁纯放下心中的执念，开始了隐居。不过原著中后期袁纯带着一族再度进攻了一次大魏，那一次也是被宇文悦和袁彻抵挡了下来。事件结束后，袁纯便再度消失，最终去了哪里也就不得而知了。第4位，萧策。萧策是南凉的太子，表面虽然放荡不羁，但实际上头脑非常的精明，并且萧策也十分的喜欢楚乔，多次动用大梁的势力去保护楚乔。不过萧策最终的结局却也是非常凄惨的，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当初被他父皇强行纳入宫中的，导致他母亲对他非常的怨恨。在萧策被刺客刺伤之际，他母亲出手将萧策杀死，就这样萧策也荒唐的结束了自己的性命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30位主要角色结局，第3位，燕洵。作为《楚乔传》中的男主之一，燕洵早年就一直背负血海深仇，想要一步步的将大魏推翻。为此，燕洵也跟楚乔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而最终燕洵也成功推翻了大魏，成为了天下中最强大的皇帝。不过他却并未杀掉袁彻和宇文悦，最后一直经营大燕，让大燕成为天下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，跟宇文悦的青海和袁彻的北方草原也形成了互不作战的条件。第2位，宇文悦。在剧版中，宇文悦跌入冰湖后便生死未知了，不过作为男主，他必然是不会死的。在原著后续的故事中，宇文悦被救下，还成为了青海王，最终以青海王的身份回归到大魏，率军联合袁彻跟燕洵进行对抗。当然，最终宇文悦依旧没能保护住大魏，但他却守护住了楚乔。在跟楚乔一起回到青海后，两人便在青海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最终，宇文悦和楚乔也将青海建设成为了国家，并且率先解除了奴隶制度，将时代推向了封建制度。第1位，楚乔。作为整部作品中的女主，楚乔的一生可谓是非常的传奇。她以一己之力，在燕洵击溃大魏后，将所有的势力劝说了起来，共同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，以此换来各大势力之间100年的和平。楚乔不仅是宇文悦的妻子，更是燕洵的心上人，而且还是大梁的秀丽王，所以不论哪个势力都会给楚乔面子。最后，楚乔也和宇文悦一起建设青海，两人有了3个孩子，过上了十分幸福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小妹啊！